诶，刚刚显示的是叫碰碰香啊，不要碰撞的碰，碰碰香，香，香草的香，碰碰香。怎么现在这么慢啊？有时候效果快，有时候很慢。你看，刚刚还没有荧幕录影啊，有成功啊，叫做碰碰香，碰在一起的碰，碰碰两个字都是碰，香是香草香花，拜拜那个香，烧香那个香，碰碰香。用行社 APP， 行社 APP 到 Google Play 搜寻行社 APP， 下载以后就可以拍花草，辨识什么花草。这叫碰碰香，不要碰撞的碰，碰碰香，烧香拜拜的香，碰碰香。有没有历史记录啊？还可以看图哦。还可以看地图哎。这里是在南兴国中的北边，三星街。这个跑到哪里去了？你看，明治路的一条街叫三星街。有没有历史记录啊？不知道点击保存按钮，有保存按钮，应用形式辨别。原来还有这招。这什么语？去推荐？什么玩土啊？这么空白的。这边天鹅湖啊，北边这里的天鹅湖。有这么多了哟！哇，有这么多内容。
都是中国大陆的比较多。多。内容这么多。可以点进去哦。哎呀，这么进步哦！哇，赞呢，还可以点进去观赏。哇，真好，真好。这行摄 APP， 行摄 APP 手机软体，可以拍照、辨识花草。哦，还可以连接到这么多，还有美丽风景的网站哦，那赏花，哎呀，真丑啊！内容丰富啊，景点呢，按景点，我按的是景点。哦，原来是按景点。那么花纹呢？花纹啊！这个手机机299块钱，吃到饱了。有时候网络不太好，有时候网络连线效果不太好。那在这个照底下来，这一次变有这么多花啊！建国路这边天鹅湖。